歡迎收睇就係咁講，我係羅有權。嗱，試諗諗，如果有個市民有需要叫一部救護車，但係咧等咗20分鐘之後咧嚟嘅竟然係一部消防車，咁佢對住部消防車有咩感想，有咩感受呢？咁今日我哋想睇睇我哋嘅救護服務嘅問題嘅。咁今日我哋嘅嘉賓呢，就係立法會議員李慧瓊。早晨，李慧瓊。早晨。我講嘅唔係講笑喎，因為的而且確消防處咧就喺1月嘅時候決定咗咧，如果真係超過20分鐘都派唔到車去咧，可以破例用消防車去送個市民去醫院嘅。咁但係其實諗下用消防車根本好似完全都對唔到口，都唔知做乜咁啦部消防車。佢而且有啲消防員都話咧，消防車本身裡面嗰個車廂咧係好窄嘅，即係連張床都擺唔落。咁而且你去車個病人咧，你根本唔係話真係就咁車咗過去。如果係我早知之前20分鐘咪揾的士車咗咪得咯，係咪？我根本係需要個救護車嚟，即係第一時間俾救護去穩定咗個病情，先送個病人去醫院㗎嘛，係咪？我自己就認為呢個建議真係不能夠接受啦。你講得啱，第一消防車嘅設備同救護車完全唔同，第二就係消防員同救護員嘅訓練都唔同。消防員就係救火嘅，咁可能佢去到現場就並不懂得去即時處理，係咪即時處理病人嗰個情況？因為救護員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任務呢，就係第一時間已經做咗啲最基本嘅護理，讓到病人嗰個病情可以穩定，然後就第一時間送去醫院。咁所以如果揾消防車代替救護車呢，即係呢個諗法簡直係匪夷所思。但係呢度反映到啲乜嘢呢？就係咪我哋嘅救護服務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呢？其實政府啊成日同我哋講救急扶危呢，就係喺任何情況底下呢，都係要擺起先嘅。咁但係你睇翻佢對救護車，無論係人手資源啦，以至到救護車個資源嘅分配呢，就似乎同佢講嘅呢，就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唔止一次嘅，你講即係其實早前喺幾年前，即係救護車嘅服務，以至到近排亦都出現翻相類似嘅問題，就係救護車未能喺服務承諾底下去到現場咧，又或者係因為調派嘅原因，救護車需要即係比服務承諾長嘅時間，成20分鐘，係啦，咁先去到，咁讓到病人嘅病情拖延，未能夠得到即時嘅救援。咁其實審計署咧都做過一啲審計嘅報告嘅喎。咁早前咧，我哋發現咧，其實救護員咧，救護車咧有200幾架救護車咧，咁有超過成80%咧都係成8年以上嘅車齡嘅，即係老爺車嚟嘅。係啦，老爺車嚟嘅。咁我哋仲了解到咧，原來政府咧呢樣真係冇辦法相信，就係原來佢哋去處理點樣幾時容許一架車去更換咧，救護車同埋私家車嗰個考慮咧，幾乎係一樣嘅。簡單嚟講，都係睇翻你用幾耐。咁一架俾高官坐嘅私家車用8年，咁啊 OK 啦，係咪？即係未必需要換。咁但係大家諗下，如果一架救護車每日出勤不斷出勤，用咗8年之後，無論係設備以至到佢嗰個實際個操作情況，同私家車根本係冇得可以比。咁所以呢，我哋其實要求佢呢就分開2套準則。如果你話救急扶危呢係一定係擺喺首位呢，咁無論喺車嘅設備、人手嘅安排呢，都需要獨立去考慮，而唔係話喂救護車同私家車一齊去諗咯。係咁啊！絕對係啦！你今日救護車係真係救急扶危啊嘛！譬如我哋睇到最近2單嘅新聞都係有呢一方面嘅問題。有一單就係喺呢一個油塘啦，咁有一位市民呢，佢就心臟病發，就架車就撞咗埋路邊，咁撞呢架車。咁因為嗰區嘅救護車唔夠呢，就變咗已經係執勤緊㗎啦，又要喺港島東調一架車過嚟，咁就搞到又延誤咗啦。後來個市民就過身啦。咁另外一單就係發生喺白田，亦都係心臟病發。咁有一位市民又係。咁又係架救護車去到又死火，竟然真係死晒火啦！咁又調過另外一架車嚟，咁又延咗8分鐘。咁嗰個而家嘅市民就喺醫院度咧，就情況都幾危殆。咁樣睇到就係話呢啲咁嘅情況應該係唔可能發生嘅，因為你救一個人，如果你架車死火，咁我點算啊？完全係冇辦法可以接受嘅一個情況嚟嘅。呢個就係講緊即係究竟而家救護車裏邊有幾多係老爺車，而嘅情況個問題嚴重到咧，已經去到影響到我哋市民咧，可能叫救護車之後所受到嘅服務。但係佢啲高層似乎唔係好上心喎呢樣嘢，覺得唔好呢個問題咁喎。
佢哋到而家為止咧，都係即係消防車同救護車咧個處理完全唔同嘅。唔講唔知你知唔知道？因為我哋都喺審計委員會公開聆訊嘅時候，我就發現到咧，消防服務咧，佢就好緊張嘅，即係喺每個人住所範圍裏邊咧，一定嘅範圍裏邊都設有一間消防局。咁所以咧，你好少聽到係啦，你好少聽到咧消防車就唔能夠喺幾分鐘之後到達現場嘅。咁但係救護車咧，佢就冇呢個諗法嘅，佢咧就喺可以嘅地方有吉位嘅地方咧，就幫你設置救護站，然後咧就按需求咁啊，周圍調配救護車。所以頭先你講嘅係絕對係正確，冇錯啦。跨區嚟可能新界嚟到九龍啊，又或者係九龍去到香港啊，咁去為我哋做救護服務嘅。即係如果咁嘅安排咧。咁嘅安排咧就好容易唔達標咯。咁所以如果政府咧即係唔去再諗一諗，究竟點樣去完善成個嘅救護車嘅服務，真係將救急扶危擺喺首位咧，我就好擔心咧，即係老爺車又換唔到，人手又唔夠喎。咁加埋咧，連救護站嘅數目咧就係遠遠其實係比消防站嘅數目係少嘅時候咧，我哋叫白車其實嗰個保障其實係有限咯。咁其實譬如係你頭先講咗兩樣嘢，就係譬如個設備又唔夠啦，車又唔掂啦，人手又唔夠。其實呢啲嘢政府應該知㗎。咁點解會完全係好似後知後覺，又請人又唔夠？咁而家先至話叫做勉強可以救人啦嚇。咁但係其實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係咪個部門與部門之間嘅溝通都有啲問題咧？其實救護員工會就多次都講到，因為而家救護服務咧就係隸屬於消防處去管轄嘅，咁佢哋嘅反映就係消防處未必完全明白救護服務，即係或者救護員一身嗰個工作嘅實況，咁所以咧喺資源調撥方面咧就係永遠咧被感覺咧就好似自己成為二奶仔啦。咁即係但係我自己覺得無論點啦，即係而家出現咗咁多問題，審計報告亦都一次又一次咁樣講救護車服務嘅而家面對嘅問題，包括係老爺車過多啦，包括係人手不足啦。如果佢再唔去全盤審視，即係認真處理，將救護服務作為救急扶危嘅一個重要一部分呢，大家咧都真係要特別小心，即係 call 白車嘅時候咧，可能咧都未必係10幾分鐘到啦，係咪？咁所以要好好地要考慮呢個問題，可能即係要將佢獨立出嚟就反而仲好啲，冇即係成日寄放喺消防嗰邊，咁好可能佢變咗佢分配嘅資源又會唔夠，咁會唔會咧？呢個係一個其中可行嘅方法啦，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消防處長都有要求，無論喺換車同埋家人都有要求噶嘛，但係保安局又未必去批。咁啊，以至到政府嘅庫房又會認為可能各樣原因底下又未必批足佢哋嘅要求，咁所以咧令到而家救護員咧就不斷要開 OT 啦，亦都令到咧救護車咧其實係好多都係老爺車咯，係啦。咁即係首先處理人手同埋更換汽車呢兩個問題先，然後再去大家一齊研究究竟喺救護員同埋消防員係咪需要去獨立分家？好好地要審視呢個問題，因為呢個真係救急扶危，係呢個市民嘅生命嘅安全嘅一樣嘢嚟㗎嚇。好啦，咁我哋即刻睇下一個環節，睇睇我哋咁都得新聞榜啦。咁睇睇我哋琴日觀眾揀咗邊一條先嚇。咁觀眾咧就係揀咗呢一條嘅官字兩個口咧做證人係冇錢收嘅，作為琴日嘅咁都得新聞。咁今日嘅兩條咧就第一條就係講呢個性教育失敗，就23歲咧係墮胎17次嘅。就講咧就母親的抉擇咧喺08至到09年咧頭11個月咧就已經有超過200宗嘅輔導個案咧，就已經係超過咗上年度嘅全年嘅數字㗎啦。咁有一名未婚媽媽咧就透露佢有朋輩咧係23歲就有17次嘅墮胎經驗。咁啊，立法會議員咧就認為學校嘅傳統性教育已經係不合時宜，咁政府咧應該提升性教育嘅質素啦同埋效率，同時亦都要擴展到去家長嗰度㗎。咁第二條咧就係全港有830個電商咧就滿街都係炸彈，咁啊旺角前晚就發生呢個電商爆炸，咁多個政府部門咧就包括電力公司同埋煤氣公司咧都重返呢個現場去調查啦，咁啊但係咧就未曾能夠查出嗰個肇事嘅原因，咁而全香港咧就一共有830個同類型嘅電商，咁啊不禁令人擔心咧，成街都係遍佈呢啲咁嘅計時炸彈，係威脅呢個市民嘅生命安全㗎。咁呢兩條。咁李慧瓊會揀邊條作為今日咁都得新聞咧？我會揀青少年未成年嘅少女係啦多次懷孕嘅新聞，即係多次墮胎呢個係啦，都幾得人驚喎，23歲17次。冇錯，其實因為早前呢位女士咧就係我哋民建聯邀請佢嚟去同大家去現身說法去講嘅，即係佢感受到咧，即係自從做咗未婚媽媽之後咧，俾社會歧視啦。無論係僱主聽到佢未結婚就話攞產假咧，即係佢就提到就話用各種理由
由咧，讓到佢係冇咗份工。咁而家佢咧其實經濟咧就處於一個好困難嘅狀態，即係加埋佢亦都揭示咗。性教育呢個問題係啦，性教育呢個問題啦，無論喺學生以至到係家長層面咧都嚴重不足，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咁多青少年問題咧，如果政府仲係諗住用翻以前嗰套方法喺書本上面教育，20-30年都係嗰套，好似冇喐過，冇教過。我記得我哋嗰陣就冇教添嘅，係咪？咁究竟而家可能係有少少咁，但係你而家係睇到個事實就係不斷有好多青少年嘅問題出現，無論係性教育啦，無論係濫藥嘅問題，都係成為社會上好關注嘅議題咯。咁好啦，咁啊李慧瓊就揀咗呢一條啊，性教育失敗呢一條，咁你揀邊條咧？咁我哋嘅互動資訊等緊你投票㗎。咁如果你有其他意見嘅話，歡迎你 send email 俾我哋 yuu@on.cc。今日多謝晒李慧瓊，多謝晒。